没办法啦。坐好，坐好。你缺一次。好，请同学注意我这边，我现在就是走过一轮，打过成绩了，然后有些同学还没写好，我就没打，所以如果我没打成绩的，你就变成要举手告诉我。好，打我的名字还有2张。好，那个连贯停止。真理。找不到什么啊？你打错字，而且那很丑，那个第一笔就很很丑哎，超丑，但是你看会美，而且你有白波。像滚轮滑雪滚。就以前那个刚刚旧的校。我就比较像他。现在打成大奖。这是清明上河图。这地图应该是由这个地球应该由西向东向。奶农户外教学，那有老师首先由同事来。
都已经高二了，那些学姐都已经高二了。关孔庙啊，那个书院啊。这样怎样这样念？得胜为，得胜为最中间那个字最念得胜为。李文老师，参加完了。这个是刚刚提到的，这个字叫学好孔孟，学好孔孟，各家有门，男子主道。因为灌溉功，家人将来请家人去那个森林保护林区的，客家文物馆，定习字嘛，习字帖嘛，习字帖和伤字帖。这是清明上河图的部分。没有人走动啊？为什么要乱走动啊？没有人。我想写。美丽的照片呢？动态。还要看。连接到网站，那整个台湾地图也可以用后端片可以，然后投影片可以完成。一边线。